咱即粒来锻炼信息，咱先来锻炼今仔日信息，迄个想要学落的300首，即首咱较无熟。咱先听琴来弹一遍。300首没有？啊？哦，255的。不是，就最后一首啊，最后一首300啊，300了，300啊，对啊，对啊。因为这一首好像大家比较不熟，我是看周报的，不是吗？第2首啊，这是最后的一首啊。大家不熟，我们要练一下嘛。真感谢你，最信忍耐，你救俺他你，你上大我，在我无风雨，头望听听，欢喜就滚你的新生命。为所赐快乐，原来幸福，责任大变家，勇敢行动，消灭我对的这下饮食，大欢喜快乐，不停的经。永远的使命，做你我做，接受你呼召，一切是白，归上荣耀百千下，快乐无凄厉，免开惊吓。高举主基督，荣耀生命，对良是行动，你是我命，我尊重救主，他你家事，今日送望和平公义。这歌词甲迄个曲，拢是菲律宾的这个作者所写的。伊是伫亚洲基督教大会时阵来发表这首圣诗。较属伫菲律宾的都市的风格。咱要迄个礼拜结束，有些唱印尼的这个歌，今仔唱这个菲律宾的歌。接续咱唱255首。这首应该真熟咱来唱。咱来唱第1节就好。先回到伊的对记，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给人来见的，这里永远天国，对天高临高会，最主心
师讲道线回应诗521首，这首诗大家应该嘛真熟。你若欠客，真希望伊是吴玛丽，吴玛丽是吴威廉牧师的太太，因两个翁仔某是马街足好的同工，迄个马街过身以后，吴威廉牧师甲伊的太太做足侪好的工，特别因太太吴玛丽，伊将迄个《咱就来吟诗》这首歌，对美国甲导入咱台湾，所以诚做咱长老教会足爱唱的一首诗。特别佫写这首诗，你若欠客，真失望，所以嘛，互咱称作是台湾长老教会的音乐之母，所以咱这首诗嘛会当来纪念伊，嘛会当来做回忆。你若欠客真失望，我着真来帮赞，求主看了就欢喜，黑明真是看到你，难怪撒跳，难怪撒跳，难怪撒跳，有信心来帮赞。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摆渡，求主看了就欢喜，黑明真是看到你，难怪撒跳，难怪撒跳，难怪撒跳，要有信心来帮赞。你若伫高心的灵，我要欢喜你热情，求主看了就欢喜，黑明真是看到你，难怪撒跳，难怪撒跳，难怪撒跳，有信心来帮赞。撒跳你我着面礼，主的眼光归天平，求主看了就欢喜，黑明真是看到你，难怪撒跳，难怪撒跳，难怪撒跳，有信心来帮赞。练习到这。咱
你心内平安。甲咱准备先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祷告。上主，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大家来念圣诗，圣诗255首，圣诗255首，请起立。
守圣经来告白来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天主，以圣神投胎，以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本丢彼拉多来受苦，进十字架死，埋葬在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权，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信圣神，信运动的教会，圣道的相通，一个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应答上帝的话，用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64篇。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受气，月受骗，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但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大家来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搁一摆自己伫你的圣殿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你。阮要为着这个福分来感谢你，也要为着阮所徛起美丽的土地，为着阮所受一切的阻碍，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主，阮特别要为着你的怜悯甲阻碍来感谢你，因为你差遣独生圣子来到世间，互阮得救，成做你的囝儿，也互阮了解世上重大的疼痛。让阮伫主的面前，互阮成做上帝个分伫主恩典拯救的计划。也感谢你伫150年前差遣马介博士来到台湾，也伫松山这个地区设立教会，互阮会当见证相信上帝做阮带来的帮赞，也是将来的愿望。但是当阮想起马介是尽忠的奴仆，阮就惊吓，因为你互阮伫松山教会承接对马介到历代牧师、长子甲信徒所做的工。你所交代的责任遐尼大，阮所做遐尼少，阮就伫主的面前变笑惊声。主求你用救赎这个教会，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祝福这间教会，互阮成做一间合一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无老的教会。甲传福音的教会，
主原也要将阮教会逐项的新年的计划，甲阮教会建堂的时间交伫主的面前。主若无你的应允甲祝福，阮就做袂了任何的代志。主，求你甲阮的牧师、长职同在，每一项决定拢是出于主你的安排、你的旨意，互阮看见主的手所做的工，也求主你亲自来坚固伊。亲爱天父，阮也要为着阮家己的过失罪恶来求你赦免。阮逐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是无够也的信心，无会晓安怎交托。阮中间有的人为着家庭操烦，也为着未来惊吓，为着身躯病痛来烦恼。阮当中有的人灰心失志，常常咧问上帝伫倒位，乃无出手来帮助阮。主，阮要将阮的软弱、软弱交托主，求主你亲自安慰阮，用你阮的心。主，求你明仔日临到伫阮的聚会，加添阮的信心，甲阮同在，也接纳。
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歌罗西书第4章7节到第10节。我隆重的事，崔基古要甲恁讲，伊是所疼的兄弟，伫主最忠信的妻佣，也当做奴仆的。为着安尼，我条件找伊就近恁，互恁知阮的事，也互伊安慰恁的心。也找阿尼西姆甲伊去，伊就是忠信通疼的兄弟，也是恁遐的人。伊要将即所在的事拢甲恁讲。甲我同关家的阿里达古，甲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请安恁。论马可，恁已经受着命令，伊若来就近恁，恁就接纳伊。讲道请陈上仁牧师，题目是教会中的肢体关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旧历年新春了后的第2个主日。我今日要用这个歌罗西书第4章保罗请安的一个段落，来甲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关系教会中的肢体关系。咱知影讲伫新约中间，保罗的批信，伊常常是批信的落尾，拢有一寡请安的话。这个请安的话，通常会通分做3种。一种就是讲，我保罗写互恁迄个教会，所以迄个教会因常常拢是伫敬拜的时摕出来读，正做因了解这个信仰的内容。所以呢，伫这个话，这个批的后面，最后会向迄个教会伊若所知影，来讲所有的人来向因请安。除了这以外，伊特别知影讲，迄教会内面伊若有认捌啥物人，伊会特别提因的名，甲因请安。那有可能保罗咧写这张批，会是伊的身躯边有啥物人，伊也会特别，因为古早要写一张批，无亲像咱即摆用 email 还是用 LINE 遐简单吼。所以呢，伊身躯边若是拄仔有啥物同工伫伊身躯边，也通过保罗这张批来向因迄个教会来请安。咱通常咧读保罗的批信的时，咱感觉甲即个请安的物件，敢若无啥物特别重要，所以咱常常会忽略。但是今日咱来详细来甲读的时，你会发现讲，对即个请安的底即几句话，其实后壁还阁有啦吼。伫保罗的批信内底，请安文上界长的是罗马人书。罗马迄间教会伊毋捌去过吼，伊毋捌去过，伊阁有法度写遐尼长的请安文。第2长的，就是咱今日读的即个歌罗西。即个歌罗西可能保罗嘛毋捌去过，但是伊嘛写第2长的请安文。咱今日要通过即个保罗的这批信内面的请安文，咱来了解讲教会中的肢体的关系到底是偌尼丰富甲重要。特别会含教会的治理，也是讲咱所有参与伫教会内面的服侍的人。伊其实即张批的即个请安文内底，即个教会的关系，会通来讲对咱是非常的有真大的启示。今日咱所读的第7节讲，我隆重的事，推基古要甲恁讲。我也找阿尼西姆去伫伊遐，伫第10节有3个人名，甲我同关的阿里达古，甲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巴拿巴甲马可这咱知，头前迄2个咱较无遐尼熟，我连面会讲。所以呢，即张批有可能是保罗，咱先对即个推基古开始讲。推基古是即摆早即张批对保罗的所在去到伫歌罗西的主要的同工。咱来读《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咱会知影讲，当保罗伊结束伊第2摆的旅行的传道的时，伊有早着亚细亚教会甲希腊正教会的奉献，因为因知影耶路撒冷有饥荒，我毋知大家会记得这个代志无？所以呢，因就真早，因就已经对这个希腊甲亚细亚遐个教会，去请因奉为着耶路撒冷的奉献。
然后迄个钱奉献出来了后，袂使保留伊一个人砸，一定要有同工，哦。所以呢，其中一个就是即个推基鼓。所以推基鼓，咱若对教会所派予伊即个任务来看，咱就通知影讲，伊是一个教会正人所会通信任的人。保罗伊伫遮讲到推基鼓的时，伊用3句话来表达对伊的推荐：第一，所疼的兄弟；第二，伫主内面做忠信的妻用；第三，也当做奴仆的。即3句话，我想会通，互咱的对教会内面做伙同工的关系，真做是一个真要紧的模范。首先，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彼此相疼。所以讲所疼的兄弟，咱知影讲对初代教会开始，伫当时迄个罗马帝国的时代，事实上是无咧讲彼此相疼。罗马帝国、罗马社会即种社会，因无咧讲彼此相疼。但是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所建立起来即个教会，伫当时罗马帝国内面是一个足奇怪的团体，因为因遮的人彼此相疼。像到一个地步，外面的人无啥有法度了解。咱譬如讲《使徒行传》，咱逐个真熟。因伫这《使徒行传》圣神充满了后，有真侪信徒愿意将因的财产奉献出来。然后伫因迄个中间，有一寡善享的人，嘛因为安尼，所以因会通得到教会的帮赞。我想对古早一直到现今，只有教会会通真大声、甲勇敢讲，咱是一个彼此相疼的团体。而且保罗对推基鼓的第2句话是讲，伊伫主内面做忠信的妻用，即个妻用就是服侍。事实上英文的 deacon，咱讲的执事，就是对服务即个字，希腊文的服务的即个字来。所以也通讲，伊是伫主内面做忠信的执事。所以呢，教会当然伫即个咱的新约的批信内面，当伊讲到即个妻用的时，也是讲到deacon的时，伊无一定是正式一个教会内面的职务，但是是指遮真正有咧做代志、真正有咧服侍的人。所以呢，伫遮咱的台语翻译做妻用。伫教会中，咱需要真侪人拢做伙出来服侍，做伙出来服务。有的人可能有这份，有的人无这份，但是不管有这份无这份，咱做基督徒，咱就是应该爱出来服侍。第三，推基鼓是甲保罗当做奴仆。咱台语圣经内面翻译做奴仆，事实上我想咱逐个拢知，这就是因罗马帝国迄个社会内面的奴隶。奴隶是无主权的。奴隶是伊的主人，爱伊创啥，伊就创啥。所以伫遮，保罗称推基鼓是甲伊做伙做耶稣基督的奴仆，表明因是对基督完全的顺服。然后第8节讲，我为着安尼，我挑剔找伊来就近恁，互恁知阮的事，也互因安慰恁的心。保罗伊写这条批时是受关伫监内，所以推基鼓伊的任务就是炸这张批去到互哥罗西的教会。批内面无特别讲保罗伊的情形，伊的情形到底有健康啊无，伊的心情啥物款，这拢交代伫即个推基鼓去到伫迄间教会来甲因说明。我想，咱当然咱活伫即个现代的资讯非常会发达的所在，所以呢，咱若要知影啥物所在的消息，咱常常就是若有熟悉的人，咱就直接甲拍电话、写 email、写 line 甲伊问。但是古早毋是安尼，古早常常是爱去探听，找着熟悉的人去到伫迄个所在。比如讲，咱过去关心咱伫缅甸的服侍的时。咱有找咱教会内面的中级同工，咱做伙去到伫缅甸去看迄边的教会，就是亲像安尼。所以保罗虽然甲即个哥罗西的信徒将来可能毋捌见过面，但是伊做一个教会要紧的领袖，哥罗西的这信徒应该也是非常关心保罗的情形，
所以保罗除了要互推基古炸即张火去了后，嘛会通互推基古详细将保罗现在关伫监狱内面的情形，详细互哥罗西的这信徒通过了解，互因的心会通得到安慰。阿里西摩第二个人物，咱读到即个名的时，可能真侪人无有印象，但是可能也有一寡人讲，即个名敢若伫新约倒位捌出现过，有无？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保罗伊伫遮敢若两句话简单讲一个尔，伊就是忠信通听的兄弟，是恁遐的人啦，是恁遐的人啦。即句话内面学问真大。虽然是短短一句话，但是伊的背后是一件足大的代志。因为即个阿里西姆，就是咱知影即个腓利门书内面的即个腓利门伊的奴隶。圣经注解家相信，就是讲即摆推基古炸即张哥罗西书倒去互哥罗西的教会的时，事实上是阮仔带阿里西姆倒去找伊的主人腓利门。所以应该推基古毋是干那炸即张哥罗西书，搁炸啥？腓利门书，两张花。所以呢，这通常是啥啦？若是圣经注解家因咧注解保罗的批信的时，常常会甲哥罗西书的注解甲腓利门书的注解两本是放做一本。有可能即摆推基古伊炸的是两张花，搁兼一个人，阿里西摩是腓利门的奴隶，伊走出来了后，有可能是一个逃走的过程后咧，神煞偷摕钱啊！奴隶对主人遐出来，通常拢会神煞偷摕钱。后来正做毋知安怎，后来正做信耶稣的基督徒，搁甚至搁熟悉着保罗。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写互阿里西摩的即个主人腓利门。保罗为着即个逃走的奴隶，向伊的主人甲伊求情，仰望腓利门不但是赦免伊，甚至爱搁含即个奴隶爱含伊和好，搁爱安怎，搁对待伊亲像兄弟。这若讲起来，对罗马帝国迄个时代来讲，实在是超过分的要求啦。一个奴隶走出来，你即马爱伊倒去，安尼是对。但是通常会受到真严重的刑罚。但是保罗要求你爱对待伊亲像兄弟，搁爱赦免伊。保罗，咱若详细读即个腓利门书的时，咱会通知影讲，保罗虽然伫这短短即张批信内底拄一张尔，即张批信内底伊恩威并施啊，咱讲的吼，鼓励话、呵乐话伊也讲，严的话伊也讲啊，伊甚至讲安怎？所以，你若当作我保罗是你的兄弟，你就爱接纳你即个逃走的奴隶阿里西摩。伊若欠你啥吼，记咧我保罗头壳顶。这讲这话敢若是兄弟人咧讲的吼，但是保罗伊真正是为着要仰望阿里西摩会通得到伊的主人腓利门的原谅，所以伊真正认真来写即条花。伊讲，伊若欠你啥物，记伫我保罗头壳顶，我要替伊还。我想咱逐个应该会亲像我真好奇，后来腓利门到底安怎做？伊有赦免阿里西摩啊无？伫批信内面咱看袂出来，但是历代的教会有一种真正有说服力、佮简单的推断。因为若是腓利门无照保罗的请求来做吼。即张保罗写互腓利门的书，即张批，即张本来是一张私人的批，后来敢会公开？我搁问一摆吼，主人腓利门，伊若无照保罗的请求安尼做，后来即张批会公开啊未？可能袂啦。所以可能真正腓利门真正照保罗的请求安尼做。对待伊亲像伊的兄弟，赦免伊，
所以后来伫教会，这真做是一件好事，大家看做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学习的一个模范。所以这种会留落来到伫后来咱的信仰的推升内底。第三个人物，这个故事文真精彩。第4章的第10节讲，甲我同关的阿里达古，甲巴拉巴的表小弟马可，甲恁请安。论马可，恁已经受着吩咐，若来就近恁就接纳伊。论着讲着马可，咱伫遮伊也讲，伊是巴拉巴的表小弟。讲到这，我就去想着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0年前，也是搁较早，开始对外国宣教士来到伫咱台湾了后，因为常常拢是一个家族来信主，所以到后来基督徒尽量甲基督徒结婚，所以呢，教会内全拢亲情。咱会通看到讲，即个马可，伊就是巴拉巴的表小弟。所以这伫初代教会嘛有可能是亲像即种的情形。巴拉巴是耶路撒冷教会上介早的教会成员之一。巴拉巴这个名，伊本来意思就是够安慰的人，有所在翻译个劝慰子，伊就是真够共安慰的人，真有疼心的人。伫使徒行传第4章36节，当信徒变卖因的家产来献互教会的时，巴拉巴伊其中就是一个将伊的家产来献互教会。搁较特别的是，当保罗伊头叫做扫罗咧迫害教会，后来要去大马色的路人去撞着主，成做基督徒了后，当保罗入来到耶路撒冷城，其他的基督徒无人敢插伊，无人敢和伊接近，只有巴拉巴带保罗来去住近遐的使徒。所以伫《使徒行传》第13章，咱有看到讲，当安提阿的教会伫圣灵的带领下面，圣神的带领下面，差遣巴拉巴甲保罗出去传福音。但是呢，因第一摆传福音到落尾，有记一句话讲，马可怎离开因啊？但记一句话，但是后来搁甲透落去的是搁较清楚。当因第2摆要搁出去传福音，要去拄行布道的时，保罗伊爱要带伊家己的表小弟马可去，但是保罗坚持啦，袂使。这个马可少年人，落跑，可能是惊艰苦，也是想故乡，也是安怎，反正伊就是半路就落跑，所以保罗讲袂使。后来2个人为着这个代志争论，尾仔拆鼓，好，袂使，安尼好，你找你的人，我找我的人。巴拉巴嘛是搁找伊的表小弟马可，保罗去找一个同工叫做西拉，这个名后来咱伫新约内面也常常出现。本来是一个宣教的团队，但是因为意见袂合，拆做2个。对人的角度来看，咱会感觉真正可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当马可甲西拉拢渐渐成做一个真正成熟的同工。本来保罗认为马可是无可靠，但是后来咱会读到伫保罗的真侪批写互教会的批内面，拢讲到马可，而且拢学了马可。伫今日咱所读的歌罗西书的第4章第10节来讲，论到马可，恁已经受到吩咐，伊来就近恁就爱接纳伊。当咱看完即几个单名了后，咱来想教会内面咱的具体的关系。推基古，伊是一个值得正人信任的同工，教会奉献的钱会当交代伊。保罗坐监的情形，嘛会当交代伊去说明，甚至阁有要带即个阿尼西摩倒去到伫哥罗西，互伊的主人腓利门，即个代志嘛交代伊。这有哪毋是简单的代志呢？你若带无好，也是半路伊阿尼西摩去想了啥心无变，阁逃走，你有法度无？嘛无一定有法度。但是呢，会当交代伊。交代推基古带伊倒去。圣经中，咱对推基古的了解虽然是有限，但是咱会通讲推基古即种的同工非常的难得，
第二个男名阿尼西姆，偷走的奴隶，后来伊真做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伫罗马帝国偷走的奴隶去到倒位吼，拢是一个毛烦啦，无人敢收伊啦，因为吼你若收伊，你会有啊替家己惹来麻烦。但是偏偏这个阿尼西姆，伊真做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伊就变做教会的麻烦，变做教会的麻烦。阿尼西姆真做基督徒了后，伊事实上是考验初代教会所咧宣扬的福音。恁基督徒迄咧讲彼此相听，彼此相听，是讲真啊讲假？啊，这个奴隶咧，伊来到恁教会，教会有要甲接纳啊无？这是一个真大的考验。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佮叫所有相信的人，咱爱学习耶稣基督彼此相听。所以有包括这个逃走的奴隶啊无？也是有。教会就爱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要哪对待亲像阿里西姆这个偷走的奴隶，甲伊的主人菲利当时罗马帝国遐个无信耶稣的人，拢目睭金金咧甲恁看，目睭金金咧甲恁看，讲恁咧讲的耶稣真啊假？目睭金金咧看恁讲的耶稣是真啊假？其中一项就是看恁基督徒真正有彼此相听啊无？若有可能。这个外邦人因会相信。保罗伊毋是当作无看到，保罗伊毋是当作这个问题无存在。虽然保罗伊从来毋捌去过哥罗西这个教会，也毋捌真正撞到阿尼西姆这个主人开入门。当然，伊可能捌听讲这个主人生做啥物款，伫教会内面照讲是原来是一个要紧的领袖。但是保罗伊根据信仰的基础。伊担起这个做教会领袖的责任，伊请求阿里西姆的主人菲利门来赦免这个兄弟，而且同时伊嘛爱尊重罗马帝国的律法律，因为这罗马帝国的法律毋是阮基督徒讲爱要改就会当改，所以呢，伊嘛是爱阿里西姆倒去到伫主人迄个所在。所以保罗伊勇敢写即张菲利门书，事实上讲，我相信是非常的有担当啊，爱有担当。教会领袖伫迄个关键的时刻所做的决定，伊所反映出来是伊本身对即个信仰的了解甲应用。教会领袖的决定也会非常重大影响到咱后来的教会。我阁讲一摆。教会的领袖伫迄个关键的时刻所做的决定，会反映出伊本身对即个信仰的了解，甲伊的运用。教会领袖的决定，也会非常重大的影响到后来的教会。不管是冲突，不管是时代的挑战，教会领袖常常就是爱担起即个责任，来面对着即种要紧的决定。第三个男名马可，甲咱已经讲，伊已经捌是第一摆伫咧传道的过程内底，可能是软弱，所以呢，但是后来伊又搁徛起来。经过真侪的考验了后，伊渐渐会得到本来无信任伊的迄个保罗的信任甲肯定。咱来想，保罗甲巴拉巴为着即个马可。冤家，讲较明的，就是冤家啦吼，啊无冤家袂疼过嘛。讲较明的就是冤家。即个代志伫当中是已经是一个大的代志。巴拉巴比保罗较早做基督徒，伫教会内，伫耶路撒冷城内，伊比保罗较有名望。甚至咱会通讲，若毋是巴拉巴去带保罗去认捌耶路撒冷城遮个教会领袖。保罗伊做基督徒的身份，还阁互咧怀疑。我常常咧想，当两个人冤家了后，保罗甲巴拉巴安怎看即个代志？换做我是巴拉巴，我心内可能会真无欢喜。我心内会想讲，保罗你是啥物卡笑？你若无我巴拉巴带你入去耶路撒冷，你今日敢有即种地位？
这是后来咱知影讲伫咧传福音的过程，可能是保罗伊受的训练较好，可能伊的才能较好，所以安那真紧保罗的名声吼，就比巴拉巴较称啦。吼，咱用较世俗的话讲，比伊较称啦。我毋知巴拉巴的心内面是毋是有即种的情节啊无啦？我毋知。换做是保罗，咱知影保罗伊即个人，咱对伊批信，咱对伊对同工对教会的期待内面，咱就知影保罗伊即个人吼，个性应该是真强。伊即个人做代志吼，对就是对，毋对就是毋对，袂使就是袂使。所以伊看到马可即个囡仔，即个少年人第一摆落跑吼，那保罗伊可能会想讲，我绝对袂使阁用即种人啊。所以两个人分开。保罗伊可能原来会想吼，迄着恁是表兄弟啊，莫怪啊。你拢顾家己的人，保罗可能会想这个代志。但是咱家在对圣经内底无看到因冤家的内容啦，知影这个原因，但是无讲到遐尼多，迄拢我家己加想，照咱人的人生去推想的。但是呢，对教会历史的发展，咱通知影，经过时间的考验，保罗甲巴拿巴因有和好。保罗甲巴拿巴不但有和好，因互相对方所带出来的同工，因也拢互相甲因肯定。我想咱伫教会咧服侍，有时咱会感觉有一寡委屈，有时咱有时会感觉讲做甲流烂，做甲流汗，风险甲流烂。但是信仰互咱的鼓励甲期待，就是讲，当咱拄着遮个委屈，当咱拄着遮个互人无够了解，甚至互我有真侪挫折的事，即个信仰是毋是会通继续支持我有缘跟底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在伫我信仰内面，我感觉所知影上该对的代志，我继续坚持下去。我相信，当当时保罗甲巴拿巴因两个人拢是安尼。保罗感觉即个马可真正袂用劲，巴拿巴伊真正感觉讲爱有疼心，伊本来就是上介有疼心的人，所以讲即个巴拿巴爱有疼心，互人误会讲伊是我的表小弟嘛，无要紧，我嘛是要甲栽培，互伊成做好的同工，因继续坚持。当咱会通照伫信仰内面，互咱的教师，咱继续坚持落去。经过一段时间，我相信上帝伊有互咱做奥妙的带领。咱也因为安尼，咱会通阁继续做伙同工。咱有时会想讲，伫即个社会上，常常会讲一山不容二虎。社会上常常拢会类似即种，但是耶稣基督互咱的交代毋是安尼。我举一个例，我接台湾新人院院长了后，足侪人拢甲我问讲，林鸿信院长去倒？我讲无去倒啊，继续伫校咧教册啊。而遮尔啊好的即个系统神学的教授，咱绝对着爱继续请伊伫校教册啊。共款经过9年后，我落任了后，嘛足侪人甲我问讲，你即摆要去倒？无咧，我嘛无要去倒咧，我嘛是继续伫学校内面教册。人就讲，安尼新人院内底3个院长，我讲毋对，4个。都有孙宝林老师，恁知无？孙宝林老师伊是伫新加坡的浸信会新学院咧做院长的时，我超工去甲伊拜访，请伊来。后来伊落任了后，无马上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祈祷了后，伊也答应来。所以呢，是上帝的业力的内面，咱所有无共款才能的人，咱会通做伙合作，会通做伙同工。安尼，咱的教会也好，新学院也好，才会通愈来愈好势。咱的服侍一定会拄着挫折，咱的服侍一定会拄着互人甲咱误会。但是挫折也好，甲咱误会也好，但是咱坚持这，咱也祈祷了后，知影讲这是上帝爱咱继续的，咱就该继续。伫圣经内面无特别讲到底是保罗毋对，关系马可的代志，无讲到保罗毋对，还是巴拿巴毋对。但是上界要紧的是安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疼，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的关系会当搁和好，会当彼此赦免，会当搁彼此相听。讲到彼此赦免甲相听的时，我今日要特别一只甲咱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去到伫美国读册，因为咱做留学生吼，无真侪钱啦吼。去到伫美国的时，就拜托教会一个真内行的朋友，去找着一台二手车，二手的车，中国的车 ，Toyota 的 Camry， 用$5000的价钱甲买来。哦，迄阵买起来，知影讲真会好，真会好，迄车真好驶，搁虽然是中古，但是搁足好驶。但是无拍算第3档还是第4档，因为迄个时阵，我的辅仁人美伦伊也伫咧读神学院，所以爱去实习，所以伊去伫阮本来咧做礼拜迄个教会，伫北平的教会去实习。南平有另外一间教会爱我去讲道，所以我就去南平迄个教会。所以阮礼拜日是兵分2路，下轮带囡仔，驶阮兜迄台车去到伫北平教会去实习。南平的教会有一个同工来接我，去到伫因遐讲道。有一日我对南平的教会讲道倒来时，接到电话讲，美伦发生车祸啦！哇，当害即马伫急诊室咧急诊，赶紧请阮的厝边甲阮载去。去看着讲，人好好啦，人好好，美伦甲囡仔人好好，但是美伦看着我了后，就第一句话甲我讲：“阿爸，咱个车歹去啊！”弄一个真严重哦，弄一个真严重，车歹去。我讲不要紧啊，不要紧，人好好就好，好好就好。迄暗观察几点钟了后，就倒来。倒来了后，搁过一暝，确定讲人应该无代志啦，嘛无咧出血了后，我就开始咧忧愁，迄台车弄歹去啦，煞来要安怎？阮太太甲我讲，歹去就歹去啊啦，莫伫遐艰苦。我煞生气起来呢，啥物歹去就歹去啊！你对巷仔内驶车出来，你也无看迄主干道，美国就是安尼，因的规定足清楚啦吼。你巷仔内出来一定爱看迄主干道，人主干道优先啦吼。你对巷仔内出来，你也无来看主干道有车来，你无看真足，做你撞出来，无怪去互弄着。我开始烦恼，烦恼讲，即摆毋是烦恼人，即摆烦恼讲即台车歹去啊。咱欠的钱早来美国，算差不多到第几年用到偌济，即摆即个$5000无去。我本来是想讲，这$5000即台车会当驶到我读毕业，佫会当卖别人，通佫倒去台湾。即摆歹去啊！我开始艰苦，心内真艰苦。美伦甲我讲，莫艰苦，伊愈讲我愈生气。佫到第2日。我嘛还搁咧受气，到第3日还搁咧受气，去学校去读册，去写论文，规日心情凹糟。为着即台车，为着讲伊是安怎弄的，较会弄歹去，规日拢咧想这，规日拢无写着论文，拢无读着册，倒来搁较受气。美伦尾也甲我问讲，你是要去到伫当时啊？坦白讲，我嘛毋知要去到伫当时，我嘛毋是讲要爱安尼，但是我就是袂得过啊。但是我感觉伫即个时阵，咱的信仰是真正宝贵。我伫我上介艰苦的时，后来南平迄个教会因也得到消息，知影讲阮的牧师娘家己驶车弄歹去啊。南平一个教会兄弟打电话甲我讲，伊有熟悉咱台湾人伫遐专门咧修理车，也是去修迄个中古的车，家整修较好势了后，佮甲卖出去俗俗啊，要带我去看，看好毋好？我讲好啊，无车要安怎？无车就无卡，所以阮就去看。看了拄加一台$1000美金，阮就随甲买倒来，有比无较好啊，随甲买倒来。迄台车买倒来了后，阮太太伊就讲无问题啊，伊就开始欢喜啊。我看着欢喜，我实在是佫无欢喜啊。本来一台车迄较好的车，即摆换即台，
虽然嘛是袂歹啦，但是我实在是足毋甘啊。我抑搁咧无欢喜。搁过一礼拜，北平迄间教会因也知影即个消息，有一个兄弟敲电话甲阮问讲，因有一台迄个手排的车啦爱拍打档的车。讲阮后来因为频段打档啊，所以呢换自排啊，所以即个手排的车抑搁真好驶，要来看卖好。我讲好啊，阮就去看。看了是实在状况真好，我就甲问讲你要卖偌济？伊讲老师毋免啦，送你啊。我感觉真欢喜。所以佫也牵倒来，本来一台车弄歹去变两台。亲爱兄弟姊妹，后来事后我常常咧想即个代志，我至少得到2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要讲，事实上，逐个人对钱的观念无啥共款。美伦甲我，阮平平拢是公务人员的囡仔，但是美伦因爸爸着我的丈人小可较中阶，我的爸爸伊是较下阶，较基层所以我抑阁有印象阮细汉的时候，阮爸爸到月底的时，厝内真正无钱，爱甲人借钱，心内拢会感觉真歹势，抑阁有迄种印象。所以阮爸爸妈妈因的观念就是一定爱欠，到即摆我若有一个物件无用甲歹甲袂用时，我绝对无欣赏。这就是我自细汉养成的观念。我厝内面穿的衫到即摆嘛是安尼，阮太太讲，即个真正莫穿啊啦，咱换一领新的，一领衫也无200-300箍我袂使。到即摆抑阁有时会安尼，毋是逐摆拢安尼啊。但是美伦因兜比较后来较好过。所以咧，对钱的代志，我较会过。所以伊对即个车弄歹去代志，伊嘛感觉讲无像我想的遐严重。所以我发现讲，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背景，每一个人养成的态度，当然会影响伊对代志的看法。我主张代志拢爱所有的物件拢爱足勤俭，这嘛无毋对啊。咱台湾过去40-50年，就是爱勤俭，才会当有今日啦。圣经嘛是甲咱教有勤俭，这无毋对。但是物件都歹去，也是讲应该爱换新啊。我嘛是爱接受的。搁另外一个功课，当咱人家己感觉敢若已经拢无愿望，也是讲真绝望，也是已经非常的无助的时，事实上，迄个时阵咱特别需要上帝的听，咱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甲赦免。咱伫主祷文咱拢有讲，求上帝赦免咱，亲像咱来赦免，亲像上帝来赦免咱的过犯。所以，但是伫迄个时阵，我无法度真正完全来互即个代志过去。讲赦免实在是相当啊，因为伊车弄歹伊嘛毋是挑工的但是我感觉我都过不去。加在有教会的兄弟，南平的报阮去买车也好，北平的教会搁一台车送阮也好，通过其他的兄弟姊妹的恩典来显示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的恩典常常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到后来即2台车，美伦阮也有较小心驶车啦所以到后来即2台车真正驶甲阮毕业的时拢无歹，搁会当送互别人。我会记得古早咱伫咧证婚的时，牧师咧证婚的时，拢会问讲你愿意听这对方亲像你家己不管拄着啥物代志彼此相听你愿意安尼无？咱即摆人拢敢若应讲我愿意，我愿意。问牧师就任也好，中级就任也好，拢问我，因回答我愿意。其实古早毋是安尼，古早后壁搁加一句，求啥？求上帝帮助，求上帝帮助。咱人常常会感觉到一个地步，咱无法度啦，原谅袂落去无气力啦，无法度搁忍耐但是求上帝帮助。现代人的婚姻遐尔脆弱，离婚率遐尔悬，是安怎？因为拢要靠家己，甚至若搁无学着彼此相听、相赦免的功课，莫怪婚姻拢是足脆弱。
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不但是爱学习彼此相疼、彼此相赦免，佮爱伫迄个有时啊安尼还佫无够的时，咱爱仰望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伊也丰丰富富对天顶落来的时，咱人的困境，咱人的苦毒，咱人的一寡艰苦，上帝恩典落来，自然就教育咱用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初代的教会，咱毋通想讲因拢无拄着困难。保罗甲巴拿巴就会冤家，咱就知影讲迄困难有偌大。咱若想讲有迄个阿尼西无对主人遐偷走出来，保罗伫遐伤脑筋，咱就爱知影讲做一个教会领袖，担当爱有偌大。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初代教会有法度克服这个代志。亲像甲我咱所吟，咱念伊祈祷了后，咱也要吟这首诗，吴威廉的牧师娘所写。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助你。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着你，咱决意相听。吴威廉正做马街要紧的同工，也会通讲是接马街的后面。啊，你想好食也歹食，无遐尼好食。教会拢是马街建立落来，所以无遐尼好食。但是呢，因伫迄个中间会经验到兄弟姊妹彼此相疼，经验到互相帮衬，上帝看了就欢喜。上帝看了欢喜，上帝加添搁较侪的恩典伫咱的中间，咱就教育通用。所以愿望咱通过有信心，咱仰望上帝的恩典。咱若通过有愿望，所以呢，咱有将来搁较好的未来。咱若因为彼此相疼，咱会通相疼相赦免，见证耶稣基督。啊，甲来祈祷。至实的主，阮满心阿乐感谢你，因为阮软弱的人，阮卑微的人，得到上帝你的拯救，阮也得到耶稣基督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即种的模范。就阮常常知影，阮着应该爱做的，阮做袂到；但是阮无应该做的，阮却违背上帝你的心意去做。主啊，求你赦免阮。主啊，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阮教会的中间，阮常常会通得到对上帝你遐来的启示甲恩典，互阮逐个会通超出头前的道路，到底着怎样行？特别，阮也会通学习耶稣基督安那疼阮，阮也安那来彼此相赦免、相疼。恳求主你点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咱三甲同声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做伙来读2摆。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答人。俄罗斯书第4章第6节，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答人。俄罗斯书第4章第6节。吟诗来回应上帝话，来吟圣诗521首，圣诗521首，请起立。
奉献，今日有福的献，请林中进长老、蔡秀芬长老、徐公武长老、曾启阳执事、吴慧芳执事、王宗惠长老、杨玉香长老来带咱奉献。来看周报，先看今仔日的报告，消息甲报告。第3点，今仔日感谢陈尚银牧师来本教会讲道。今仔日的下晡12点半，中级造就会嘛邀请陈尚银牧师来宣讲，主题是做正人的仆人，欢迎所有若是中级所有的服侍的同工拢来参加。第4点，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要伫3月初5拜六暗时6点半到9点，要举行庆典暗会、青年献身会。参加爱买票，一人100块。3月初6的礼拜，上午10点到12点是联合庆典礼拜。迄天咱教会的主日礼拜是暂停，所以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联合礼拜。2天的地点拢是伫台北市和平篮球场，是大安区敦南街76巷28号。为着要报名甲准备车请诚济伫遐去进前用电话，也是伫1楼公布栏来登记。第5点，今日下晡2点半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各组的组长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先来的。好，来，咱拄仔有报告着即个3月初5甲初6的安尼2场的聚会，咱望咱兄弟会当共襄盛举。欢迎，这是150年以来一个真大的一个庆典，所以咱可能嘛搁要等50年了后，到200年所以我想咱可能拢无法度等到200年的事所以这150周年，望讲咱拢总会当来参加。你若要家己去的，嘛请你爱报名你家己要开车去，嘛请你报名因为咱即马是有即个
爱用教会来做团体来报名吼，嘛为着这个防疫的缘故，伊嘛会安排座位嘛，希望是用实名制，所以请咱会当伫1楼伫遐报名吼。啊，你若无法度家己去的，吼嘛免烦恼，教会会替你想办法。所以请你会当注明你要去的即个人名吼，你的电话甲你的方法。好，过来咱过来会拜五吼，拜五下晡1点，妇女团体开始聚会，吼，请咱的姊妹踊跃来参加。过来，咱嘛爱恭喜咱的庄博雅执事，吼，甲燕纯姊妹，因伫2月初8已经登记结婚吼。因博雅执事伫倒位，互咱看者吼，吼已经是已婚人士啊吼，嘿，啊，因为即马疫情的缘故，所以迄个宴下吼，这拢爱搁另外爱找日期吼，咱嘛为着因祈祷，吼，即是咱也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吼，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士祈祷，咱为着怀孕的姊妹培文，吼，伊伫预产期是今年的5月份，咱恳求主会当来帮咱。那么为着身躯欠安尼吼，邓爸爸，这是邓洪超兄的爸爸，吼，伊对病伊转来，但是伊只是吼嘛拢爱卧床吼，所以咱嘛为洪超兄祈祷，因一家爱照顾2个老人，吼，就是。迄个邓张如玉姐甲邓爸爸吼，2个拢爱卧床，吼，咱恳求主会当来扶持这个家庭。嘛为着蔡庄姐、林珠姐、俊新兄、邱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德雄兄、张老师、李霞姐、米兰姐、吼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平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各元兄、东龙兄、丽珍姐、美珍姐、佑庄兄、李雀老师来祈祷，互咱开嘴，为着这个事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所关心的这个事、这个肢体来祈祷。阮特别为着即个受创伤的世界祈祷，你看见真侪的灾厄伫中间的发生，这毋是你创造的本意。主，阮恳求你的怜悯，互人类会当及时来认罪悔改。主，阮特别为着要发生战争的乌克兰即个所在来祈祷。主，恳求你来扶持帮咱，互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因会当用诚实、用正义会当来治理。主，你恳求你保守帮咱。阮也为着真侪个所在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主恳求你来扶持。阮也为着世界有真侪个困苦、灾难、丧凶的这个人来祈祷，恳求主也伫即时，互阮会当发挥阮的疼，会当来帮助身躯边的人。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帮助教会，互阮无论伫内部、对外的事工、见长的事工，拢得到上帝你的顾守。也恳求你看顾阮的肢体。伫处理疗养的这兄弟姊妹，主，阮相信因的肉体、因的心灵需要主你特别的看顾，也恳求你来照顾因厝内的人，互因有气力会当来帮咱来照顾因遮的需要扶持的遮厝内的人。主，阮将兄弟姊妹，阮未来伫礼拜，阮的骹步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也照着你的话来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你的话引带阮头前的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吟上行的诗，圣诗300首，吟诗后请牧师接祷，圣诗300首，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